所以来，咱来关心这劳动部劳法署的前台北的分署长，这谢义勇是牵涉这职场霸凌，造成员工行地路死亡，迄方记2大过免职处分。谢义勇竟是拍影片，甲这过身的员工，也有社会大众回息的。非常对不起大家。这几天为什么没有出现？是因为非常的悲痛，也非常的自责，也深切的检讨，因为个人的言行、领导方式、管理方式、沟通方式及跟别人互动的模式所造成